哦，要恢复了 Google 注音输入法了。本来没有办法向右按的，要先按这个 Android 的键盘，按了，同时两个都有了。然后搜狗输入法是大陆那边简写字拼音用的，不容易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用注音输入法呢，不习惯。语音输入也可以，台语的也可以哦。哦，台语的有需要再来开啊。手写输入法先关掉，让它退出去。虚拟键盘啊，那个叫虚拟键盘。实体键盘要不要？会影响的话再关掉。本来是关掉，刚刚也把它开了。哎呀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